大家好，歡迎返嚟小飛飛嘅爸爸說書頻道，我係小飛。今日我哋繼續講提升孩子記憶力50法呢一本書。咁上一集呢，我哋講過，孩子係需要一個好安靜嘅環境，要揾出佢哋嘅最好、最有效嘅記憶時間。咁今日我哋就一齊探討下另一個更加關鍵嘅方法，就係興趣加五感學習法。幫孩子喺學習入邊打開佢哋嘅記憶之門。好啦，今日我哋講嘅第一個方法就係興趣係記憶嘅引擎。有位教育家曾經講過，天才之所以係天才，唔係因為與生俱嚟嘅天賦，唔係因為天生叻，而係因為佢細個嗰陣已經有人幫佢將興趣變成熱情，而且俾空間佢去發展。所以興趣就係記憶嘅起點。一個人只係會記住自己中意嘅嘢、感興趣嘅嘢。你會發現小朋友呢，其實可以記到好多遊戲嘅角色、歌詞、卡通片嘅台詞，但係一去到背書呢，就好似好難記得入腦咁。原因好簡單，就係書本入邊嘅知識，佢冇興趣。興趣係記憶嘅燃料。如果佢哋真係有興趣嘅嘢，其實佢哋係可以記得特別快、特別實。咁我哋要做嘅嘢就係幫小朋友去燃點呢一團火。書入邊亦都講到另外一個例子，就係有一位老師，永遠上堂嘅時候都係面帶笑容。佢每日都會同學生講：你哋個個學習得咁努力，老師真係好高興、好開心。呢位老師呢，就創造咗一個好開心嘅學習環境，輕鬆記憶嘅氛圍。因為學生喺輕鬆溫馨嘅氣氛裏邊，心情係特別舒暢。喺精神放鬆嘅情況下記嘢，就真係會記得特別快，同埋記得特別實。咁結果呢一班學生絕大部分嘅成績都係非常之好。今日講嘅第二個方法，就係用手去記憶，抄寫嘅力量。古人有話：眼過十遍，不如筆過一片。以前啲讀書人買唔起書嘅話，就會不斷咁抄寫嚟去記住啲知識，不斷抄，不斷抄。喺抄嘅時候呢，眼到手到，自然就會心又到。因為喺抄寫嘅時候，大腦就會進入一個高度集中嘅狀態，所以比單純就咁睇好多次呢，係真係更加有效。現代心理學都證實咗，書寫係可以強化到記憶嘅痕跡，所以我哋要多啲鼓勵孩子運用抄寫嘅辦法嚟去應付一啲比較難記嘅資料，例如一啲英文生字啦，又或者一啲要背嘅文章。通過手腦並用，可以更加容易去記住啲抄寫緊嘅內容。咁呢一個都係訓練專注力同埋記憶力嘅一個好方法。今日要講嘅第三個方法就係要大聲朗讀，即係讀出聲。咁作者呢就舉咗個例子，佢話德國有一位語言天才叫做希伯來，佢可以喺好短嘅時間就學識咗歐洲好多個國家嘅語言。咁秘密係咩呢？就係佢喺學習語言嘅時候，都係好鍾意大聲咁樣去朗讀出嚟，一直去到深夜。即使佢係讀緊相同嘅文章，都係會一次又一次咁樣去大聲朗讀出嚟。就係咁樣，呢位仁兄幾乎只係需要3至6個月嘅時間，就可以學識一門新嘅語言，直至到將歐洲每一個國家嘅語言都學識為止。因為朗讀唔單止要用眼睇，要用嘴講，亦都要用耳仔去聽。日本心理學家高木重朗話過，當你個頭腦唔清醒嘅時候，你更加要清楚咁樣去朗讀出嚟。諗翻起小飛細個嘅時候，我爸爸都成日叫我讀書讀出聲。如果唔讀出聲嘅話，就咁睇住本書嚟去讀嘅話，其實諗翻起又真係幾容易攰，同埋容易瞌眼瞓。咁相信好多人都有呢一啲嘅經驗喎。
因為大聲朗讀要記住嘅內容係可以能夠引起大腦嘅緊張，促進注意力集中，從而更加好好去記住啲要記嘅內容。咁由於自己發出嘅聲音同埋聽到自己嘅聲音，呢度已經係兩種感官嘅活動同時間進行，同時間運用，咁就可以增強到刺激到大腦嘅效果。而家諗翻起我爸爸以前成日叫我讀書要讀出聲，又真係有佢嘅道理嗬。咁今日要講嘅第四個方法就係用耳仔去聽書。咁呢一個方法喺而家呢一個年代係好常用，聽書已經成為一個新嘅學習方法。咁而家大家喺度聽緊小飛講書嘅時候，其實你哋都喺度聽緊書。咁我自己呢，每一朝早準備返工嘅時候，都會一路食早餐啦，一路聽書，聽好多唔同類型嘅書。咁我本人其實都係真係好鍾意嘅，因為用耳仔去聽書，其實真係有好多嘅好處。咁首先喺唔夠時間坐低睇書嘅時候，都可以善用時間，一邊做嘢，一邊聽下啲唔同嘅知識、唔同嘅書嚟去吸收。行路、搭車、做運動，甚至臨瞓之前都可以聽，都可以學。咁除咗可以學到唔同嘅知識之外，亦都可以節省到好多時間，真係一舉兩得嘅。咁有一啲小朋友係聽覺型記憶嘅，咁呢一個方法呢，其實對佢哋特別好用嘅。例如我哋夜晚臨瞓之前都可以講啲英文單詞俾佢哋聽，讀下一啲好靚嘅散文或者小說，喺一啲咁優美咁 relax 嘅環境下瞓覺，其實都係好寫意嘅。咁而且喺臨瞓之前一個咁輕鬆嘅狀態之下，聽一啲嘢，吸收一啲知識，往往記憶效果都係會比較好。咁最後今日所講嘅最後一個方法，就係同小朋友玩扮老師遊戲，等佢哋講書俾你聽。咁小飛同作者一樣，平時都會同我兩個女 Natalie 同埋 Agnes 玩扮老師上堂嘅遊戲。咁我會等佢哋揀一啲自己中意嘅科目嚟去講書俾我聽。咁呢個遊戲呢，其實都幾有用嘅。咁因為當小朋友喺度講解知識俾人聽嘅時候呢，即係話佢哋就需要重新去整理內容，歸納一啲重點。咁呢一個過程其實就係深層記憶嘅訓練。咁愛因斯坦曾經講過一個好貼切嘅說話，就係如果你唔能夠簡單解釋一樣嘢，就代表你仲未真正明白佢。好啦，今日嘅總結就係我講咗5個感官記憶法，用眼睇，用耳聽，用口讀，用手寫，用心記，再加上興趣嚟做快樂嘅燃料。當孩子學識調動自己所有嘅感官去記嘢嘅話，佢哋嘅記憶力自然可以以倍數咁去提升啦。好，咁我哋下一集呢，就會講孩子點樣掌握主動控制記憶嘅方法。簡單嚟講，即係話想記就記得，想提就提得起。咁如果你鍾意呢一集嘅話，記得 like 同 follow。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我哋係小飛，拜拜。